林秀清在母亲的工作室挑选了好几块手工皂，有异位性皮肤炎的她，亲身经验是清洁用品天然的最好。小时候很严重的时候，卡到皮肤会裂开。妈妈吴红因为她从母爱延伸出一条手工皂之路。10年前，为了让女儿不受苦，年过半百的她去上课研究如何做出不伤害敏感肌肤的香皂。读化学之后才知道说，有那个皂化架。皂化架，然后开始说，哪一种油脂适合什么样的皮肤？多年来慢慢学会怎么善用天然油脂。吴红另外拿出产妇提供的冰存母乳，这些年母乳皂盛行是她带动的风潮。加入强碱的氢氧化钠融合，隔冰块保持低温不破坏营养成分。接着调和红棕榈油、精油、小麦胚芽油，再入模成型，等待熟成就大功告成。那像小麦胚芽油的话，它对于老化皮肤，会对异位性皮肤，或者是对于化疗的皮肤都很好。金黄色的小麦胚芽油让吴红的母爱手工皂多融入了乡土之爱。大雅有50公顷的麦田，小麦90%销往金门做高粱。吴红特别烧请把麦渣榨油再使用。在地的文化，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，不是外国月亮圆，是我们台湾的月亮也非常的圆。吴红和丈夫共同认为，一块手工皂有着许多力量。喜欢什么样的味道，适合什么样的油脂，反映出身体的内在需求，所以他们又去学了芳香疗法，也创造更多造型。这小笼包造型的，听起来好有趣哦，怎么做？像藤藤感受，一下搬入火像藤藤矮粥，一下搬出后请跟着我做，一下子就好了。夫妻俩知道，全面推广手工皂不会这么一触可及，但有心慢慢做，总会成功。透过手工皂，除了让更多人认识大雅的小麦文化，老师们更希望的是要学会聆听自己，学会达到身心灵的平衡。呛腾腾爱粥，一下班秋后唱腾腾爱粥，一下班秋后